你好，我想要买高雄到台南的车票，请问有幾多點嘅車票？春到紅布頭11點到11點半嘅車票，請問你要買哪邊車呢？我要買11點嘅票。好，48個元。請問你要用現金還是用卡？我48個元，換你信嗎？也係你嘅車票。請問，我見什麼人登車係喺哪隻車廂附近？你下按到我見安心登車去，就喺第1月台第6車改片。哦，錯啦！無論哪種芯片，都需要安全嘅安全，是嗎？看了請緊貼，你下按你先來認識一下，記着重要嘅意思。大家記得愛聽你嘢麼？買車票車班。春到盛夏。紅布頭晚上。車票車票。車廂車廂。我見安心登車去，夜間安心候車區。接下來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春到紅布頭11點到11點半嘅車票。春到紅布頭11點到11點半嘅車票。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半的車班。春到盛夏。紅布頭晚上。11點11點。到和。11點半嘅11點半的。車票車班。春到紅布頭11點到11點半嘅車票。春到紅布頭11點到11點半嘅車票。剩下晚上11點跟11點半的車班。48個元48元。4848。個元元。48個元48元。請問你要用現金還是用卡？請問你要用現金還是用卡？請問您要用現金還是刷卡？請問你要用您要用現金現金還是用卡刷卡？請問你要用現金還是用卡？請問你要用現金還是用卡？請問您要用現金還是刷卡？